感谢雅顺哦，咱继续来关心第二阶段的大罢免人数哦，拢已经启动了。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尚祖哦，嘛发起作家的人数，嘛已经有千外的台湾作家来参加人数。唔那是为着台湾的民主自由哦，拒绝中共的渗透，嘛是为着要来捍卫台湾文化发展甲国际的能见度。笔杆接力。这届台湾文学作家大声喊罢免到底，希望呼吁民众做伙来关注第二阶段罢免无责任立委的行动。经过立法院台检总结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，甲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伫咧面册写文暗指文化界讨饭食的讲法等等，引起文学界的不满。罢免人数发起人是去年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尚祖，伊强调这么侪作家站出来，是为着台湾整体的文化发展，也有国际能见度。为什么大家都在一起？我觉得我们有个最关键的。核心或最大公约数，那就是我们都认同台湾的主体性。台湾女性主义先锋杀夫的作者李昂嘛来参与联署，这几年一定出国分享台湾文学。伊表示，唔那咱国长期政治外交受到限制，经过立法院台检总结文化预算以后，文化外交嘛受到真大影响。另外，书写劳动文学做工的人作者林立清，这几年开公司嘛世界随处征收，互家友也是有需要帮助的人通大。伊表示，自从去年立法院收在违法欠缺配套，造成需要租金补贴的社会底层人士愈盼生活。有的人甚至直接问我说：“你们台湾为什么都没有声音？”他说：“如果你们都自己不表态的话，那么以后的时候，你们要我们帮忙，我们也觉得好像没有理由的样子。”这款叫财化法，乱收、乱抬，变成伊的补助，唔知我即摆要去找中央，还是找台北市政府。我就爱需要讲立委替人来问啊，这款的就会互我遮照顾的朋友心内足艰苦的。你就看讲一个月过去啊，什么时阵补贴会入来？目前已经有1043位台湾作家加入罢免人数，会使讲是这几年来台湾文学史上上大型的表态行动。伫咧记者会顶头，作家嘛发起图文创作行动，希望邀请所有创作者伫咧网络顶用图文延续公平讨论，嘛为历史留下见证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